这烂透了的锦绣城，烂透了的势能，无脸，你拿走了我的贞洁，毁了我的一切。是你逼我无处说理，无处申冤。你这荡妇，未出嫁便失了身子，我们锦绣城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如兰，你要死就早点死，我们老令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无脸，你毁我清白，坏我名声。我发誓，我定用我之血诅咒你不得好死。那就用我的死结束这世间的一切。无脸，我死也不会饶过你。待我化成厉鬼，定要找你报仇，拉你一起下地狱。你闻，可有少女香吗？凤凰林深，堪比少女香。如今凤凰林深，便能引百鸟朝凤。就是再有青春美貌，也只能屈于我的身下。但你，却会永居这锦绣城绣庄之冠。草民无脸谢恩。赏你的匾也该到了，快去领赏吧。3年了，锦绣城还是那个锦绣城。烟雨绣庄无脸以百鸟朝凤绣屏敬献天恩，功在锦霞，特赐名锦绣城第1绣庄。望尔如凤栖梧桐，此玉敬远王妃。谢王妃。烟雨绣庄所有绣娘，恭贺先生获得嘉奖。无脸，3年前死在这里的令如兰，如今要在这里重新活过来。今天，是从地狱里爬出来，向你索命的令如兰。吴先生，3年前的今日，你烟雨绣庄的绣娘令如兰一跃而下，你可还记得？刘歆，你这是何意？今天是如兰的忌日，你作为她最好的姐妹，还有心思在此讨好取乐吗？这是令如兰的帕子。无脸，你做的恶我都记着呢，我会一直盯着你，直到把你送上刑场。王妃有令，今日承恩王府郡主驾到，请吴先生进府为郡主良医。城外
已经验过身份信物。姐姐，妹妹给姐姐请安。10多年未见了，若恒妹妹可是想煞姐姐了？妹妹也是终日想念姐姐，特地从家父那儿带来2匹月华锦，想要赠与姐姐。小桃，妹妹年幼时最喜欢姐姐，姐姐的容貌也是最出挑的。妹妹远行舟车劳顿，还想着姐姐，这倒让我想起当时你我嬉戏，还说长大后要嫁给同一个夫家呢。如今这便成真了。妹妹这次是为了姐姐顾宠而来。此处风大，不宜说话，请王妃郡主入府。您可莫忘了，那烟雨绣庄的吴先生还等着给郡主量新衣呢。是，见了妹妹高兴，倒是忘了正事。方才嬷嬷说烟雨绣庄，莫不是传说中锦绣城第1庄庄主？可正是他呢。今日里让他为妹妹量了新衣，待到花朝节，便没人能比妹妹更加艳丽夺目。多谢姐姐，有姐姐在，妹妹不敢僭越。若非我青春不在，王妃何须自哀？您如今的风姿，又岂是那小郡主能比的？你不觉得若涵很奇怪吗？她自小受尽家族宠爱，性子骄矜自傲，而我却是偏房里最不受宠的那个。她一向都看不起我，若不是我祖上对承恩王有救命之恩，她又怎会甘心来做妾呢？如今她这性子，反倒不像她了。郡主，吴先生到了。烟雨绣庄庄主吴莲，奉王妃之命，前来为郡主裁衣。郡主，您的面纱掉了。罗兰是怕了吧？不要，别怕，先生会亲亲的，好好的来罗兰。不要，先生，不要，先生，叫大声点，先生喜欢听。先生不要，先生。怎么，是我这张脸吓到了吴先生？不，郡主天颜。那是我这张脸让先生想起了故人。郡主说笑了，草民哪有什么故人？哦，我看你脸色难看，以为是哪里得罪了吴先生，是吗？郡主的话，草民不敢领受。这锦绣城里还有你不敢领受的话，吴先生也太过谦虚了。草民不知郡主在说什么。你之前不是说这锦绣城里有你说了算吗？如今你也怕了？莫不是我吓得吴先生连衣裳都不敢量了？手脚放轻巧些，若是量的有半分不准，
当心我剁了你的手。郡主，吴莲已知晓郡主的尺寸了。草民告退。吴莲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会像鬼一样盯着你。你欠下的每一笔债，我都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先生，你这是？他回来了。先生，你这是？他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蔺如兰。蔺如兰，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没死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好玩了。王妃，王妃，是奴婢闯宫，我家郡主她吵仗上吊了。郡主，王妃来看你了。你让我去死，郡主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若恒，你这是为何？表姐，我不过是让那商户量件衣裳，他却言语羞辱，转身就走。我堂堂一个郡主，竟被他，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吴先生技艺高绝，性子嘛是傲了些，但是在这王府也不敢造次。许是妹妹来了锦绣城，和他闹了什么误会？吴先生历来只给王妃才艺，许是不懂如何伺候旁人。姐姐，你是知道的，除了姐姐，我自小就怀傲骨，未尝轻浮于他人。可是他，你的心性，姐姐自然知道，定是那吴莲言语上未能得你心意，你就别和他一般计较了。姐姐可还记得，你从小就是这般护着我，断断不许旁人欺负我分毫。妹妹放心，如果是那吴莲真的慢待了你，让你心生不快，姐姐定为你做主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！闭嘴！小姐，王妃还是护着吴莲的，往后复仇，我不妨，我本就是试探。如今是看清了他心里的轻重，只是吴莲吃了这亏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小桃，没事，有他们在外接应，应该很快就有你姐姐的消息了。先生，王妃有命，命先生速速进府。知道了。晦气。就不该招惹他。让郡主误会了，实非草民本意。我不管你是否出自本意，你的脾气也该收敛收敛。往日里你干的那些事情，偶有传到我耳朵里，我也不想管你。但如今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若再去招惹他，我也不能饶你。王妃，郡主是王妃的表妹，我就算不为郡主着想，也要为王妃着想啊。
请王妃恕罪啊。你既知道了，我便不多说了。王爷回来之前，少生事。先生，我已让落霞安排好了一切，如此，便可借王妃的手除掉他。冒充王室血统是死罪，若我不给他添把柴，恐这把火烧不起来呀。先收拾了他，再收拾他那帮帮凶。孟婉，你如此盯着郡主是何意啊？回先生，是孟婉见郡主的相貌与一位故人有几分相似，多看了几眼。郡主是何等身份，你的故人也配？是孟婉念及旧情，失了分寸，请郡主责罚。起来吧。谢郡主。吴先生花草绣的绝妙，这兰花更是逼真。可惜呀，我绣庄也曾有一人绣的一手好兰花。若此人还在，恐也难为人了。吴先生又说笑了，这不是人，难不成是鬼啊？硕恒，姐姐无妨。若恒只是觉得心口有些发闷。郡主心悸犯了，得回去吃药。快扶妹妹去歇歇。王妃，王爷就要回来了。郡主体弱，恐难替王妃顾宠啊。落霞，去郡主房外等着，她好些了，立刻传我。是。妹妹身体可好些了？想你是初来锦绣城，难免身体有些水土不服。我特意让厨房做了些小点心，你不妨试试。郡主恕罪。落霞，你越发不伶俐了。糟了，若恒沾不得桃花。郡主，你没事吧？王妃，我家郡主对桃花有敏症，在家时若犯此疾，当即睡去便好些。妹妹，那你好生歇着，我便不扰了。怪我心急，过早暴露自己了，还好你反应及时，不然……王妃，草民有要事要禀。草民怀疑，郡主并非真正的郡主。你这话是从哪里听来的？我没听任何人说，只是郡主乃承恩王府的贵女，愿为侧妃确实难得。但郡主是王妃给王爷找来的侧妃，如果她不是完璧之身，王妃岂不是自找麻烦？也难得你费心了，我想想。下去吧。是。我连此话何意？难道听那烟雨绣庄的意思，郡主的身子可能已经不干净了？让郡主在院中休养，不得外出。去找何嬷嬷来，明日就给她验明正身。若非完璧，那便是要即刻沉塘的。
先生，已经布置好了，城中已传开令如兰鬼魂索命的话。他想装郡主，我偏要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索命的鬼，看他怎么装下去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是。鹿绸2两6钱一匹，大红菟丝4两一匹，今早刚调过价，就被抢大半。你这故意针对我？谁不知道我急需大红菟丝来绣品？娇娇，你这就误会我了。昨夜传说城中闹鬼，百姓皆抢红色布匹镇煞，我烟雨绣庄能放出布匹来，已经是仁义之举了。传说是被你逼死的绣娘丽荣兰回来索命，你倒好，连鬼的钱都挣。黄掌柜可休要胡说。如兰昨夜托梦于我，她说她是回来叩谢先生的教导之恩的，这帕子便是凭证。吴先生，城外发现一具女尸，疑似烟雨绣庄的绣娘小艺，有劳吴先生跟我去认一认吧。是小艺，既是绣庄之人，待案情查清后，一定替我厚葬了的。是，先生。吴莲，你又还是一个绣娘。柳心，你早不是官差了，别影响我查案。王璐，你怎么爬上的这个位置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们对小艺做了什么？小艺昨夜与外男私会，擅自离府，我们是报了于知府的。人已经死了，任你们怎么泼脏水都行。当年你们不就这样栽赃如兰的吗？人若不洁，哪轮得到他人泼脏水？今天我就看看你的心到底是不是脏的。柳心，你是要当着知府大人的面杀人吗？柳心，你已经不是宫门中人了，休得在此扰乱案情。退下，退下！大人，是吴莲诬陷我，才让我蒙冤丢了官职。这些东西丢就丢了，可这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，大人怎能如此送他行凶？难不成大人也被收买了？来人，把他押入大牢，受监3日。拉下去。是，走。多谢大人及时出手相救。吴先生，本官升迁在即，不管是谁，在此犯下命案，本官都会秉公处理的。那就还请于大人为我烟雨绣庄主持公道。多亏先生提前让我请了于大人，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要把这小艺扔在乱葬岗，让刘鑫发现呢？先生就是让他看着，令如兰曾经的好友死在面前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可惜啊，只是禁闭3日而已。3日，3日足够了。王妃口谕，郡主远道而来，身体抱恙，烦请这几日静待司院验身后，待王爷回府议亲。不行，这不是侮辱人吗？这是王家礼制，你不懂，你家郡主是懂得的。杜嬷嬷，本郡主要去花园，也要禁止吗？郡主息怒，王妃这也是为您好。再或者，郡主是有什么私事，是王妃不知道的吗？既然姐姐是为了我好，那我听她的便是。刘捕头，这间牢房比你3年前那间看起来要舒服得多吗？来干嘛？自首啊，刘鑫啊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再借着令如兰生事，我不在乎让死过的人再死一次。你敢动他？看来咱们的刘捕头还是不服啊。王璐，在，断他一根手指，让他长长记性。
是。胡莲，有本事今天就弄死我！你今天要是弄不死我，我天天盯着你，我迟早给你收尸！你看这个人，好像一条狗。胡莲，胡莲几句旁敲侧击，竟真让王妃起了疑心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得先找到应对燕身的法子。我们去找刘琰。郡主，小姐不好，刘琰被关起来了。不行，必须得马上见到刘大哥。小九、小桃，我们这样。郡主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表妹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遮着脸做什么？郡主，您还是跟王妃说实话吧。她大人有大量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王妃，我们家郡主知错了。我们家郡主今日受了委屈，心情不好，便给守门的使了钱，跑到荷花池里偷了一尾锦鲤，想放生。你这深夜出来，就为了一尾锦鲤？那放生锦鲤为何不在王府内呀？嬷嬷，您可真是老糊涂了。这府内的锦鲤，自然是要到府外去放生的。您说的那叫原地放归。不信，你去问那2个收了钱的护院，是不是如此？那为什么是你去放生？你家郡主呢？这半夜3更的，我家郡主早已安睡，所以这种事儿自然是由我这个大丫鬟去做了。中了调虎离山计，不如现在就去验身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现在去找燕身嬷嬷，来得及吗？吃官饷的随时可以调来。糟了，但愿小姐她来得及。郡主，郡主，王妃找您有要事，请郡主起床。不行，请郡主起床。你老实点！你放开！你是谁啊？出去！你这个小蹄子，别动！今日王府就王妃一人做主，老实点！放肆！在我旁边，姐姐，定不饶你！休得放肆！郡主，禀王妃，已验过了，是出自之身。你可看准了？看准了，奴家吃的是皇粮，在王妃面前不敢妄言。下去吧。是。表姐，你若是不信我，大可不必叫我来。我念及年幼旧情，将我把自己许给了你和王爷，你却，就算是你不顾及我们姐妹情谊，也不能不顾及我承安王府的颜面。如今，我是没脸再见爹娘了。郡主，你们要想不开啊！若是让王爷知道，岂不心疼坏了？哪里的话！表妹，皇家遗志，你可不要错怪了姐姐。姐姐看的都心疼了。都是那些小人不好，挑拨离间，横生是非。姐姐现在就为你出气，帮你收拾他们，可好？杜嬷嬷，即刻带我去斥责无脸，若再生事，我定罚不饶。是。无脸，让你被王妃厌弃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王妃有命，无廉搬弄是非，罚跪给郡主绣衣，直到郡主消气为止。嬷嬷，为何深夜前来责罚呀？何嬷嬷验身，郡主是完毕。不信，这个何嬷嬷，明白，先生。依照大人吩咐，未曾验身，只说了是完毕。做得不错，何嬷嬷，你这么做不会得罪王妃吧？当
初要不是大人，我恐怕早已惨死街头了。此生愿为大人肝脑涂地。谢大人。请大人责罚。我之所以把你关进大牢，那是不想让你卷入外面的纷争。你胆大妄为，竟然越狱！哎，事出紧急，草民认罚。我知道你是个性情中人，为了那姑娘，哎呀，大牢关不住你啊！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锦绣城的是非之地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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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您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什么了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哼！王府连夜验查令如兰的身体，反而坐实了她郡主的身份。若王妃追责，你可知造谣郡主是什么罪呀？求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说。让他死，我有一人选。此人与绣庄毫无关系，就算失手，也绝对不会连累绣庄。他便是令如兰的未婚夫贾谊。3年前，他带头逼死令如兰，他无疑是最惧怕令如兰鬼魂之人。事办的怎么样？我把他呀一通吓唬，这人应该马上就要到了。法师辛苦。多谢孟掌事。若敢泄露此事，锦绣城便再不容你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怎么会多嘴呢？那就辛苦您先去准备准备明天的法事吧。孟掌事，孟掌事，孟掌事，你救我呀！你这是做什么假公子？孟掌事救命啊！那法师说令如兰的鬼魂回来了，要取我性命。你是他的未婚夫，3年前却带头逼他自枪而死，他索你的命，与我烟雨绣庄何干啊？我3年前是你家先生让我替他娶了令如兰，可谁知那令如兰不服气，拒绝之后，你先生就命我逼他自杀。要不是我替他扛了事，我能惹上这样的祸事吗？贾谊，你别忘了当年的事情，你也捞了不少好处。这样吧，我可以安排你在绣庄住下，但是你得听我的吩咐行事，紧跟着我保你无事。如此甚好啊，能有孟掌事这样的美人相伴。呸！装什么正经人？你和那令如兰都是你们主子的陪床货。注意走线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先生，贾谊已至。何时能有结果？明日。何嬷嬷死了，我莲身上又多了条人命。小九，明日。莫留恋，往生去，冤魂退散，早入轮回。冤魂退散，早入轮回。若冤情未散，原来你真的是人，不是鬼。法师辛苦了。如兰，疼吗？此地早已荒废，你可大胆说话。如兰，你是如何死而复生的？这是你家老宅吧？想必早已换间大宅院。
你到底帮吴莲干了多少脏活，毁了多少绣娘的贞操，才换来荣华富贵的生活？他们虽然出身高贵，却也不过是些凡夫俗子而已。能用他们的贞操给先生一些启发，让先生绣出冠绝天下的绣品，已经是先生对他们最大的恩宠。若非先生绣技绝伦，他们的贞操一文不值。你果然是他最忠实的仆人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想摸清我的底细，好让你家主子选择以何种方式杀了我，对吗？如兰，我们是好姐妹，你怎么会如此想我呢？姐妹？哼，3年前我们就不是姐妹了。当初你拦着我去官府告他，你觉得如今我还会信你吗？可是如今已经不同了。我跟在先生身边这么多年，早就想通了。他宛如明月，高高在上，能伺候先生，是咱们的福气。那小易的福气在何处？小易是我们的姐妹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吴莲欺负。她若是懂事些，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只是替先生来说服你，为他效力。这锦绣城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日子不好吗？你为什么非得跟先生作对呢？3年前，他夺我贞操，害我性命。若是我如今放过他，就是对不起3年前的自己。你还真是冥顽不灵呢。所以，我不止让贾谊把你骗了，还特意把你父母请来。死丫头，果然是你！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算了？害得我们这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如兰，你身上有了污名，已经活不下去了。你救救娘，娘想活呀！想要他们活命吗？进去，进去！如兰，如兰，念在我们姐妹的情分上，我留你个全尸。贾谊，如兰，你就死在里边吧，不然我们宁家永无宁日啊！孟长史，我们按您的要求，如兰她也进去了，您是不是应该说到做到？我们的银子，谢谢孟长史。看什么？哎呀，走了啊，走。爹，娘，原来一切都没变。如兰，为了你们令家的脸面，你就安心死在这儿。我会好好安葬你，也好过你做孤魂野鬼。爹，娘，从此以后，我和你们恩断义绝。先生，他无路可逃，必死无疑了。要做得干净。至于那个贾谊，用完就让他消失吧。是。来，小心。没事吧？有人报官，此处怀疑有人放火。是很巧，于大人，我也是刚到，
想着买个仓库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本官在锦绣城为官数10年，从未有大案发生。如果此地案情重大，本官绝不放过作恶之人。于大人所言极是，那吴某就不耽误于大人断案了。告辞。刘鑫，希望你动作快点，别让我为难。你是在等我吗？你这个贱人！厉如兰，你还有帮手，小爷不跟你们玩了。刘爷，刘大人，别，咱们这都是熟人，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，咱们都一个城里住的乡亲。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陷害如兰的时候，怎么不考虑跟她的同乡之情啊？哎呀，这误会啊，误会，都是那吴莲逼我这么做的。那奸人夺去了姑娘的名节，姑娘去府衙告发他就给姑娘的父母施了那么点银钱，定了这门亲事，是想捂住姑娘的嘴。姑娘聪慧啊，退了亲。他的奸计就没有得逞，然后他便命我去散播姑娘的谣言，说是姑娘你勾引他。不过如兰姑娘，这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我不想害你的。你是说，我父母同意你娶我，是吴莲安排的？是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，我能干吗？你带人逼死如兰姑娘，是我亲眼目睹的，事到如今还想脱罪不成？哎呀！都是那吴莲逼我的，我要是不干的话，他就要弄死我。好啊，刘鑫，你跟这荡妇勾搭起来了，对吧？厉如兰她可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和厉家早就退亲了。我，你成日侠妓醉酒，不知检点，现在反倒污蔑一个女人的清白，你到底算不算男人啊？给他一刀，落个爽利。别，二位姑娘，你们要什么我都给，金银珠宝、店铺、女人我都给。我想要的，你给得了吗？给。令姑娘啊，不，令姑奶奶，你想要什么啊？我想要你的命。姑奶奶，那都是那吴莲逼我的。不如我给你指认的，你们放我一马可好？好你个贾谊，墙头草！好啊，那你签字画押，说是你帮我揭发吴莲的阴谋，我可以保你无罪。好，拿笔。走。让你们狗咬狗，可奈何不了本大妖。如兰，吴信果然如你所料，你这招借刀杀人用的不错。现在就差吴莲手中那份名单了。刘大哥，在此之前，请再帮我一次，帮我送走我的父母，让他们永远不要回来了。也好，如今的锦绣城早已变成是非之地，送走他们，
你正好踏实报仇。只是此一去，山高水远，今生怕是再难相见了。如兰3年前已逝，今生本就无缘，安顿好他们，彼此不相欠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这厉如兰本事不小，竟然能让他给跑了。先生，今日于知府出现的甚是奇怪。多嘴。先生，孟婉知错了。既然婉儿知错了，我就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去，把那厉如兰的父母接到府上来。是。刘烨，如兰父母被劫走了，应该是吴莲干的，都怪我。先生，厉如兰的父母已经全部接至绣庄住下了，已查清楚是夜狐帮在偷偷的帮助他。夜狐帮。越来越好玩了。你去告诉王禄，这夜狐帮留不得了。是。想来婉儿也是好久没跟先生亲近了。婉儿帮先生更衣。吴莲见过郡主，不知郡主找吴莲所为何事？闹鬼之事既已被你看穿，你大可以向王妃告发我。不妨告诉你，贾谊之死是我故意让吴信杀。反正我也死过一次了，也不怕再多几个垫背的。到了阴曹地府，还有人一起热闹热闹。郡主杀伐果断，吴莲佩服。不过此刻，如兰姑娘的父母正在我府上做客，不知如兰姑娘是否惦念他们呢？本郡主免你礼了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吴先生便好好照看他们吧。先生，夜狐帮那边王捕头已经去警告过了。这令如兰故意让阿信杀了贾谊，却他拿到了我的把柄。既然如此，该把他的父母推出去了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搬弄贵人是非！你们的女儿令如兰3年前已经死了，全城的人都看见她跳了下来。尸首是你们亲自掩埋的，户籍是你们亲自注销的，是不是？是大人，不过我昨日真的亲眼看见他了。哼，那是你们心中有愧，见到鬼了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鬼它是凉的，人身上它是有热乎气儿的。人证物证呢？人证有啊，我家婆娘她就是人证啊，物证就是我闺女啊，我可以派您去找她去。人证跟你有亲缘，那不作数。物证，
放肆！你竟然让本官和你挖坟掘墓！不是大人，我那不孝之女啊，她现在就在靖远王府。您要是跟我进了王府啊，就能看见她了。你赖的本官跟你一起擅入王府？您不是要务正吗？我那丫头她就是务正啊。靖远王府是皇封赤地，是你我可擅入之地。她现在就住在王府里呀。如此居心叵测之人，来人，押入地牢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我是冤枉！大人，小九，去外面盯着。是。你父母在堂上不知轻重，恐会牵连于大人，怕是不能活着走出监牢了。为人子女，我再尽最后一次孝吧。劳烦刘大哥，把他们救出来吧。好。希望刘大哥来得及。这么好的饭菜，不会是断头饭吧？多亏你们有蔺如兰这么好的女儿，才能吃上这顿好饭。不像啊！啊，不管了，先吃了再说。走。王捕头，我知道我女儿如今是王爷的小妾，我们很快就出去了。你呀，在这里面对我们好点儿，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女儿啊，保你升官发财啊！那我就先谢谢了。这死丫头，还算是办了件好事。死老头，谁让你老头？是先生仁慈给你留条命，知道了吗？这个针脚杵得太直了，这样，从这边绕过来。先生，一半妥，那对夫妇已哑。可我有一点不明，他们都说不出话了，还如何指认他？不能说话的人，自有不能说话的用处。如此山水，让人身临其境。吾连自认手巧，能修万物，但看了此画，才知道自己也是有所不能啊。还是那年与王爷一同出游时见过这风景，如今年岁大了，倒不愿出门了。你看这山色，浓淡相宜，永远如初，哪像这少女的容颜？今日含苞，明日便开到别人枝头上去了。你看得懂什么？落霞不懂，但落霞却觉得，无论是哪里的山水，只要王妃经过，都可成为新的风景。此时正值春日，王妃可有兴致拔足踏青啊？风景再好，无人陪着也是无趣。吾莲愿做个马前卒，陪王妃一同前去。城外春日正盛，此时不去，有点可惜了。王妃，若恒郡主才来，前几日又闹了一回，不如让郡主陪您逛逛。也好，那就叫上若恒，姐妹一同散散心去吧。我们棋差一招，想来今日他约王妃踏青，怕是在城里不好办的事，要在城外办了。他还能如何？
想到这厮我就恨得慌，我就不相信这么多人找不到欺负人的证据。你不是溜门撬锁无所不能吗？怎么连吴莲的内宅都进不去？如兰姑娘今日会拖住吴莲，小手兄弟，再试试。怎么着？你的内线也找不到蛛丝马迹啊？吴莲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又善于隐藏，想拿到那份名单，谈何容易啊！我就知道，还是得靠我这妙手空空出马。回去。嘿，照你的意思，如兰姑娘今天吉凶难测了。今日能和王妃一同出游，真是我吴莲的幸事啊！好久没出过锦绣城了，今日听这城外的钟声，都觉得悦耳。是姐姐选的地方好，这山清水秀的，明心见性，这心无杂念啊，心情自然就好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只是这清闲难得呀。郡主，那树上有好多鲜果，闻着就香甜，你也尝尝。哎，小桃，孟婉跟你一同前去采果，怎么不见她回来？我们各自采果，谁知道她……求王妃恕罪。方才我采果之时，恰巧遇到这2位老人，他们得知王妃在此，请我帮他们诉说冤情。还不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是。退下吧，你们可知罪？胡莲，这上面说他们的女儿就是烟雨绣庄的绣娘，你可识得他们？回王妃，我烟雨绣庄收徒多年，人数众多，况且我从不过问他们的出身，又怎会认得他们的爹娘呢？这是何意？应是说，郡主长得像他们的女儿，名唤令如兰的。不对，他的意思分明是说，郡主便是他们的女儿。若恒，你可识得他们？姐姐何出此言？难道我父王、承恩王你不记得了？在这锦绣城里，几次三番造谣我不是我，那我是谁？郡主息怒，也可能这2位老人思女心切，把郡主认错了人呢。打发走便是了，别碍了我们姐妹的游春雅兴。启禀王妃，坊间都传郡主是入了王府之后，被令如兰的生魂入了灵台，夺了肉身。荒谬！孟长氏，你似乎更相信我不是我，请郡主恕罪。靖远王府的名誉关乎锦绣城，关乎锦绣城的每一个人。所以只要是一个老头老婆婆来认亲，就是我亲爹亲娘了。姐姐，他们分明就是欺负我这远来客。孟长氏虽然多事，但想到郡主日后非但不是锦绣城的客，王妃，索性今天闲来无事，不如就审审这2位老人，当个故事来听吧。你这商户管的倒是多。他们说，女儿的灵体此刻就在郡主的身体里。够了！我看，不是这2位老人讲故事，倒是你孟长氏，好像跟这2位老人很熟悉的样子，竟心灵相通了。哎，这孟婉与那令如兰是义结金兰的姐妹，跟他们的父母认识，也很正常嘛。正是。孟婉，若恒真的与那令如兰很相像？姐姐，今日本来心情大好，无需为那过世之人再动心思了。我沈若恒入锦绣城以来，无故被人怀疑是个死人，吴先生拿不出实据，还总和我过不去。你是疑我，还是疑我手中的这块玉牌？难不成吴先生是疑我承恩王府，再或者
你对靖远王府有企图，我在这儿会碍了你的事。若恒，刚说了，不过就是听个故事。这故事我听够了。若是吴先生拿不出真凭实据，我看他怎么和我交代。